全地着응要发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咱来吟圣诗第254首，圣诗第254首。请咱起立。祈祷这咱坚固的基，因让主角就是先主所产是在宝贵，连个心会归地。人更声声拢无废去，坚守是可变要义。完美今日圣殿记得，有你刚往后路，有主是客行温柔，我必应允我求托。你的思考充满在这，受你保守永无错。只先求主降临回头，有你是阮转回中，阮天沙山万民同用，不转思考无限量。同地冠冕，你的手中，眼更会辉映无穷。我的基础先被上帝感谢，先行来感谢，请我相信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恩典主必延更关系，主高雅敬乐无停。请咱做迄个念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来做启用，启用文第66篇。我是阿里法甲欧米伽。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遐个高雷惊邪术的，淫乱的，杀死人的，拜偶像的。
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代表的君，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大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阿免，主耶稣啊，请来。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得到主你的保守看顾的面，阮搁来到你的圣殿，要伫遮来敬拜主、学道主，恳求亲爱的圣神安静阮的心，互阮亲像路行无溪水一般来亲近你。主啊，阮为着阮的日常生活中间，阮犹原常常会发现，阮真正犹原受到这社世代引诱，软正的心智常常会来犯罪绊倒。恳求亲爱的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撤销一切过失，除去一切咒诅无下诸之的罪。恳求亲爱的圣神。加倍充满祝福，互阮的教会会使和睦、合一、三听。主你圣心帮助阮，对阮的牧者、阮的中职同工，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使命，互阮的教会真做传福音的教会来迎神益人。亲爱的圣神，你加倍充满祝福，伫根治牧师夫妇的服侍，正义传道夫妇的服侍，阮的长老、执事、同工、区长。组长的服侍，主你的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工。主啊，阮今仔也要特别感谢主，阮要来庆祝这个母亲节。阮要感谢亲爱天父你赏赐阮，大家拢有好的妈妈。主啊，阮也恳求亲爱圣神来保守带领，赏赐阮的妈妈、这个母亲，大家拢有健康的身体、心灵。主啊，将你的平安、喜乐赏赐福因，伫每一天拢会使享受主你的平安甲喜乐。主啊，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这妈妈有属灵的智慧，无论是伫教会学师，伫因的家庭，伫因的工作上，拢会使分别做成，迎神益人。也恳求亲爱的圣神保守伫阮今仔日的聚会，也愿主你的圣神引带保守带领。阮生活对所献的诗歌，也恳求主你来感纳，听阮的儿女。主啊，愿将阮的儿女来归荣光，互天父上帝你家己。也恳求圣神保守阮的牧者所透旁的信息，使激励阮每一个人的信仰，帮助阮活出基督，迎神益人。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免。圣经，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伫《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37节到47节。圣经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37节，众人听了，心内刺激，对彼得甲其余的使徒讲：“兄弟啊，阮着怎样做？”彼得甲因讲：“恁着反悔，若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搁另外用最多话。”干净来苛刻因讲，恁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的世代，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略加添3000人，
常常专务使徒的教师，三角交陪八饼祈祷，众人拢惊吓，使徒搁惊做基础新约。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所为米共给用，搁卖物产家业，照达人所欠用的分福音，日日当心全无伫殿内，也伫人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学到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一分享大声，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以及你所守护的信心，会当互阮倒一个主日，甲正兄弟姊妹三个组织，来领受主上帝你要互阮的友赐以及恩典。愿主上帝你的心拍开阮每一个人的心门。领受主上帝，你互阮的启示、亮光，成做阮生命的帮站。阮将整个分享的过程交托伫你的手中，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会当拍开咱的即个周报的即个大纲的部分啦，吼，第9页大纲的即个部分。但先牧师要一只来问，咱即马人伫倒位伫进行啥物代志？咱人伫倒位进行啥物代志？好，假使讲今仔日咱无伫即个教堂内底聚会，安尼敢有算讲是伫教会内底做礼拜？咱无伫即个教堂内底聚会的时，出去外口聚会，安尼敢有算讲伫教会内底做礼拜？恁若想要害我的，有啊无？教堂是一个躯体，是建筑物，一个空间。总是当咱伫圣经内底咧讲教会的时阵，是咧讲一群人，一群受呼召出来的人，一群听到福音信息。然后有所行动的人，那呢？咱大家刚知影讲，教会对什么时阵开始有的？教会对什么时阵开始有的？这讨厌哦！牧师大概拢要考试，哈？无毋对，耶稣搁活就天了后，由伊的门徒安那来开始有这个教会。即群门徒因遵守耶稣的吩咐，因拢组织一耶路撒冷一遐听候一件代志。听候啥物代志？检是耶稣所应允的，上帝要修饰互因啥物会甲因同在？信心甲因同在。因为信心要互因有口才、有智慧，知影讲要安怎互遮个要袂信耶稣的人，当互因听到福音了后，会当来明白。原来这位耶稣，伊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主。接续嘛要帮助因，互因一心思，互因的行为生活顶悬，会当互因愈来愈符合耶稣基督的这个期待。那安尼当时的聚会拢咧做啥物？我想接续咱就按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来了解，当时。彼得甲其他的门徒是安那伫信心的帮站下面来开始这个教会的生活，来开始教会的生活。恁等牧师一下，因为牧师有做 PPT， 袂记得起。好。若袂记得起，我遥控器嘛毋捌摕安对去。好，后一页，搁后一页。好，牧师要问咱一件代志，咱敢捌听过一篇故事，互你感觉足感动，互你感觉足激励，甚至互你流目屎安尼的经验？敢捌听过啥物款的故事，互你有安尼的经验？恁到底有童年无啦？有吧？细汉看只白雪公主，敢会流目屎？恁的心情个看白雪公主袂流目屎。有一寡故事是真实的，有一寡故事是想象的。那安尼耶稣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到底是真实还是人想出来？是真实，因毋若是真实的。
若是真实的，耶稣来到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拢深深也实实在在来影响了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咱来看后一页。门徒伫第一摆聚会的时，因为信心的同在甲充满，应用达国的这个话语，开始来学了上帝伟大的作为。上帝有啥物伟大的作为？对因当时来讲，上重要的就是上帝怎样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奇妙的这个救赎。虽然吸引真侪也未信耶稣的人，总是伫这中间，有人用藐视、用踢笑的态度来面对因，甚至认为讲因是啉酒醉，只伫乱讲。不过就算是安尼，这个门徒并无理智，反倒将耶稣是上帝的囝来甲解说互愈较清楚。伊甲众人讲，耶稣基督的受难伫十字架顶的死，是为着拯救全人类安尼的事实，讲互现场的人来听。有人藐视，有人踢笑，当时有真侪人听到安尼的信息了后，因的心非常的刺激，非常的探听，嘛感觉真见笑。原来耶稣是咱要个无知的时，通过咱对伊的历代，反倒成就伊对咱的拯救。是啊，各位兄弟姊妹，咱拢唔是2000年前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人，咱拢唔是。总是咱对较早到现在所犯的所有的过错，却是耶稣为着咱上十字架的这个原因。咱敢相信安尼的代志？咱敢有明白？甚至无需要问，圣经的信息，讲得互你游玩感觉真刺激。莫讲听牧师讲道。当咱每一摆掀开圣经的时，上帝的每一句话，感得互你会感觉感动，感得互你感觉会刺激，感得会当互你流目屎。还是讲这本圣经已经成做咱的一个知识，咱的财梦尔。请问对细汉到大汉，当咱犯错犯规了后，敢有人替你来受责备、受刑罚？考试考无好，调皮捣蛋，老师要来处罚，敢有你的同学跳出来讲老师，我替伊来罚站？无嘛？啊，你赛车超速去互警察抓落来，敢有人向用赛过来讲？警察先生，我替伊立罚单？无可能嘛？对嘛？因为受责备、受刑罚，就是咱犯错了后，原底就是爱付出的代价啊，敢毋是？总是当组织的遮的群众，组织的遮的群众，因听到讲，原来主耶稣，这位拿撒勒的人耶稣是上帝的囝，为着因的罪来承担，来上十字架，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因的心真痛痛，真刺激。伊用真见笑的这个心情来问彼得讲：“各位兄弟啊，阮应该爱做啥物？各位兄弟啊，阮应该做啥物？咱若是用台语较口语化，用台语比较口语化，这人是讲兄弟啊，打即马要安怎？打即马要安怎？因为因一听到讲。”去互钉伫十字架顶，迄个是上帝的囝，是要来人拯救的，总是伊一定带人钉起哩。所以因生刺激真见笑问讲：打是要安怎？后一页，彼得大人讲啥？恁着悔改，恁着悔改。悔改是啥物意思？悔改就是改变心思意念。咱若别人讲，悔改就是改变心思。当然，更较进一步来讲，当咱的心思意念若改变了后，咱的行为敢会受改变？敢会受改变？
会嘛？总是咱永远爱会记得一件代志，咱会改变，将来都毋是靠咱家己的能力甲气力，咱是倚靠信心的感动，倚靠信心的帮赞，倚靠信心的引带，所以咱的性命会通来改变。信心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无搁掠家己做主，反倒是掠主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主。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是主耶稣一十字架顶来赎回，搁因为伊来为着咱受刑罚，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属耶稣、属基督的。所以咱过去的歹习惯，咱过去无共款的软弱，咱拢一定爱祈祷上帝，求信心甲咱同在，帮助咱来改变。咱通好用这个悔改的这个性命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对咱的这个拯救，而且这也是个人的改变尔，这是个人的改变尔。自初代教会，这个信徒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嘛有所改变，变较更较亲密，有更较侪的互动甲关心。咱来看后一页，因为当时。初代教会信徒因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建立伫分享，建立伫分享。咱若比人讲，信徒的关系是建立伫分享。就亲像一群同款兴趣的人，因相招为着要做伙来进行，也是完成一个目标。伊着帮助彼此，会当专心致意来共事，可以心无旁骛的来共事。检测，咱愿意捐献咱的金钱，互这个社福机构，通好来帮助这弱势的家庭伫生活上的帮助。检测，咱愿意付出咱的时间来送便当，互遐老姑老。就是独居老人，互因感受到受关怀的这个感受。一当时初代教会，一教会内底，因为着要帮助迄个较弱势、较善乡的信徒，互因会当伫聚会中间，会当专心祈祷，会当专心心无挂虑来学了上帝。在教会内底，经济较稳准，也是状况较好的人，因既然将因的产地，竟然将因的家伙甲家业来变卖互掉，真做这个较善乡的信徒，伫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帮助。当然，这个愿意分享的信徒，因并不是将伊家己所有的，也是简单有的来变卖互掉，因有因原底应该有的家庭生活。因为当时的聚会，因无想要安尼有一间教会厝体，因无固定聚会的所在，有当时是圣殿，有当时是会堂，有当时是个人的厝内。咱检查会想讲，哪有信徒这么慷慨？哪有信徒这么甘心，要将家己的产地、家己的家伙变卖互掉来帮助别人？哪有信徒会当做安尼？原因就在于信心一定改变伊的心思意念。信心已经改变伊的心思意念，互安尼的人无搁掠物质的享受甲生活最重要。因认为上重要的是啥物代志？因认为上重要的是会当常常甲兄弟姊妹三甲组织，同心合意祈祷。唱歌学了上帝，做伙用餐，做伙领受使徒的教示，这才是因认为上重要的代志。在当时的初代教会内底，每一个信徒拢无愿意看起一件代志，看起啥物代志？因无愿意看到有啥人因为生活上的跨路减少聚会，甚至后来无搁聚会。因无爱看到安尼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咱逐礼拜聚会几届？
咱逐礼拜聚会几届？每一届聚会到底开你偌久的时间？伫即个聚会固定的时间内底，你有领受到啥？你有学习到啥无？咱来看后一页。顶一页，歹势。犹太人无毋对，一信仰的坚持顶面，因原底就有一天有3届祈祷的即个时间，组织祈祷的时间。透早一届，中昼一届，下晡一届，9点、12点到3点。因安尼约束，因安尼团体祈祷的时间，总是到最后会形式化，甚至到最后对上帝的态度会当讲是有理无体。刚听有即句话，有理无体，有理无体，听无啊？行礼如仪啦，空有那个外在行为，没有内在的敬虔。不过无共的是，才会听到彼得会劝勉分享的人，才会真心想要一内在、一心思、一行为、这个生活反悔过悔改的这个信徒，因每一届聚会拢真要紧一件代志，因想要知影到底要安怎来备办家己，通好来面对未来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因才要紧即种的代志。所以，当时聚会时间一个到，信徒拢真积极来参与，然后谦卑顺服来接受这个教导。因恐惊有一届聚会去互闹交去，因恐惊有一届使徒咧教示的时阵，因无听到，因恐惊无常常受到提醒，就倒转去到较早的歹习惯、较早的歹毛病，甚至陷落伫罪恶的中间。因恐惊安尼的代志。虽然犹太人原底就是有照时段一体祈祷，也是一圣殿一会堂聚会习惯，总是无共款的事。当时的初代教会，却增加了有喜乐，也是讲较积极、较毋忙的这个气氛。教会气氛是无共款的。也因为这教会内底，大家人拢真愿意分享，所以教会是当时，互人感受到是一个真有听、真平安的一个属灵团体。咱来看后一页，总是安尼的分享，毋若是伫教会内底，当遐还未信耶稣的人，因看到这个信徒所表现出来的喜乐甲疼心来受吸引了后，教会拢无排斥。反正是真积极来接待这新的朋友，然后甲因分享讲，哇，因听到福音是怎样感动，因是信心的印出下面，安那甲上帝真心的建立这个和睦的关系。教会的信徒彼此中间，伫经济上会当彼此分享协助，帮助每一个人会当心无挂虑来聚会。就是一种和睦具体的表现，一种和睦的表现。面对遐个还未信耶稣是救主的人，初代教会信徒毋若是用嘴来分享，伊嘛时常通过因平常时的这个生活来表现出教会是一个充满疼，是甲上帝和睦，也甲人人拢和睦的一个信仰团体。也因为安尼，信徒常常用和睦的态度来彼此款待，因为因期待一件代志，伊期待讲，毋望会当通过这个和睦的关系，会当吸引愈较侪人来信耶稣。咱咧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甲边仔的人建立这个和睦的关系？咱伫这个教会内底，敢有行人有这个和睦的关系？咱敢会教会一分子？若是照彼得的教导，加入基督的这个厝，基督的厝又就是教会，毋若是外在的行动，上时嘛是内在的行动。
是啊，讲彼得伊讲加入教会基督的厝，是内在甲外在即个行动呢？我要讲的是，咱当然会照约束，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嘛，对无？咱拢照约束嘛，时间到啊，就来这个所在做礼拜嘛，这外在的行动嘛。总是啥物回事？内在的行动，咱来看后一页。当咱每一届组织一只的时阵，咱到底有专心致意来学习圣经的教示无？咱敢有用心伫每一个礼拜的听书内底无？牧师直接要问：恁认为讲礼拜的听书有对一个听书是无意义的吗？有对一个听书是无意义的吗？那呢，咱都有用心伫每一个听书内底。咱敢有相信耶稣基督为着咱所做的一切？咱的性命敢有因为安尼来改变？搁进一步来问，若是讲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咱检通对伊无认捌。教会上主要的功能，甲上原底的即个目的，就是互人认捌基督，学习基督。咱若边仔人讲爱认捌基督，学习基督。咱来看后一页。教会是信徒的母亲甲学校。教会是信徒的母亲甲学校。安尼神学观点是张老宗的即个创始者约翰加里文，伊咧谈论即个教会观的时所提出的即个神学的即个论述。那照 PPT 顶悬的约翰加里文、张老宗的即个创始者，伊所讲的话，咱做来读一解。这是华语，咱做来读，请。迄名毋免读。约翰加里文吼，就是咱张老宗，也是改革教会的创始者。后一页，佮安尼的即个神学观，也是讲教会观，其实是即个居普良，也是讲奥古斯丁的时阵，就捌讲过类似安尼的话。因讲啥？伊讲上帝毋是你的老爸啦，除非教会一定真做你的老母。上帝毋是你的老爸，除非教会真做你的老母。约翰加里文伊承接安尼的教会观，教会会通讲是信徒的母亲，因为每一个信的人，拢是教会怀胎生产出来的人。当然，要都是属灵婴仔的时阵，咱嘛接受即个教会母亲属灵的即个优赐。加里文用母亲来称呼教会，是为了要互咱了解每一个信徒属灵的成长，教会对咱有偌重要。咱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赦免，得到接纳，得到扶持。咱更加需要对教会这位母亲来得到属灵的这个优赐。头话咱的圣歌队刚是有唱一首歌《恩典之路》，刚是唱讲安那一步又一步，一步倒一步安那牵咱的手。咱回想咱细汉的时阵，敢毋是安尼？母亲要幼稚咱大汉，甲咱行路就是一步一步，带咱牵，互咱成长大汉。每一个信徒面对教会嘛是安尼啊。总是咱来问咱家己，人拢讲一定上成长大汉成熟啊。我们每个人在教会这位母亲的面前，都已经成熟长大了吗？后一页，加里文嘛有讲，伊讲啥？来，咱来读加里文所讲的话，请。
拢是安那通过牧师的职务来成就，不管是养饲还是看家，拢通过牧师的职务来这个成就。所以加尔文也用学校来比喻教会，用学校来比喻教会，主要是咧讲来到教会要学啥？来到教会要学啥？学上帝的话嘛，学上帝的话嘛。所以一教会内底所提供就是圣经真道，伊是属灵的这个粮食的这个提供。所以牧师也是讲教师的宣讲，会当帮助信徒即悔改，也是顶头生的过程中间，互因得到利益甲帮助。就是每一个牧师甲教师，拢是用上帝的话来养饲，互因通过上帝的话来得到属灵的即个成长甲信息。加尔文伊也强调，每一位教会的学生，拢毋通休学，拢爱一世人成做即个学校的即个学生。那安尼来讲，不管信徒偌大汉偌细汉，咱大人拢是主日学内底，安尼你敢知？每个主日都来学啦，咱每一人拢是主日学内底啦。咱犹原爱是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来认捌基督，来学习基督。后一页，佮咱会当来到教会，领受安尼的属灵优赐，有圣经的真道会当来学习，是因为上帝呼召一群有教导温顺的人。即过去初代教会内底有啥物款角色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啊，都有啥？牧师甲教师会当帮助信徒一人命会当来成长。总是来到今仔日的教会有啥？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阮拢是受到上帝的呼召，然后成做伊的同工，来做伙成做咱每一个信徒一人命成长的即个帮助。像是受呼召的遮个人，因拢是大声领受到即位教会母亲的即个养赐，因甲上帝的关系一定达到一个和睦的即个关系。相时因甲信心嘛有真深的即个沟通，所以即种受呼召的人，会当成做每一个信徒一灵命顶面的即个帮助。后一页，所以即个相信，头发牧师有讲过，彼得伊认为讲加入教会有分内在的行动甲外在的行动，所以咱会当相信即件代志，就是一件内在的行动。咱通过教会的教导甲优赐，咱通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耶稣为着咱是十字架顶所牺牲的，相信耶稣的国约已经赢过死亡。咱会当相信，就是信心是咱内底的一个内在的即个行动。我都讲一解，咱会当相信是信心是咱内底的一个内在的行动。所以咱必须爱谦卑，因为自头到尾拢是上帝主动通过教会这位母亲来听咱，来主动甲咱达到这个和睦的这个关系。那安尼咱可能会问讲，啊，这是内在的这个行动。那安尼外在行动是啥？外在行动是啥？照彼得一家所讲的初代教会。外在行动就是甲咱的兄弟姊妹爱有和睦的关系。甲咱边下讲，咱爱彼此和睦。咱拢会讲嘛，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讲啥？家有家规，然后怎么样？国有国法。安尼一教会内底咧，一教会内底咧，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伫教会。这个属基督的厝，这个学校内底，咱所共同受要求，做伙一只学习的，就是彼此分享，就是彼此和睦。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教会这位母亲来甲阮怀胎，佮甲阮生产，倒是阮成长的过程中间，得到你属灵的这个优赐。总是恳求主上帝你怜悯阮。这个时阵，阮真无乖，无爱听话，无爱照你的准则来行。你一直毋望阮当成长、成熟、大汉，总是那些一直等袂到。主上帝求你怜悯阮，求主你的信心常常甲阮同在，会当改变阮的心思意念，会当互阮用一个悔改的性命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要阮主上帝，你的心帮助阮，互阮教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互阮教会通过这个和睦甲疼，来吸引更较侪人来认捌主耶稣。要阮主上帝，互阮兄弟姊妹中间会当常常彼此关心、彼此分享，三甲过一个和睦的这个生活。愿主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安尼来甲阮提醒。愿来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第527首。请咱起立。咱路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圣，因为耶稣入冠冕，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活命，欢喜加连地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处处定，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彼此仁爱相款待，有时欢喜当吟诗，有时苦通当相披。因为耶稣三角艰苦三甘甜。请坐。这是来奉献。请感谢这首加归因指示。
咱即马要来庆祝即个母亲节吼，咱的圣歌队要过来献首一首《最美的星星》。来，咱请圣歌队。会，有声。喂。在我生命中，它是那么的温暖；在我生命中，它是那么的灿烂。每当我失望时，它永远在我身旁；每当我跌倒时，它的双手在我肩上。每当我犯错时，他给予包容和体谅。在我生命中，你是如此的温暖；在我生命中，你是如此的灿烂。每当我欢笑时，你弯着眼在微笑；每当我成功时，你也和我分享骄傲。每当我昂首时，我知道你不断为我祈祷。我的母亲是我眼中最美的星星，我的母亲陪我走过人生的伤心，用生命的力量。
好，即时也请咱在场每一位一定诚做母亲的姊妹会当起立。阮的中职要将卡片甲即个花传到你的手中，来表达阮每一位诚做母亲的姊妹，恁过去的辛苦，以及对恁一教会的服侍甲感谢。请咱每一位中职来到头前来协助。好，毋知咱现场每一位诚做母亲的姊妹，敢有摕到康乃馨甲卡片啊？祝福恁会当逐工拢若像个母亲节，嘛祝福恁，毋是讲有今仔日恁囝较有要帮你洗碗，毋茫是逐工拢帮你洗碗。不过，咱即摆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着悔改，伫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请着悔改，伫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使徒行传2章38节，着悔改，伫逐个人拢着耶稣的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使徒行传2章38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服侍当中，请咱来注意咱的服侍。周间的聚会，伊原伫咱的第2页，请咱兄弟来家己看。第3面就是咱的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咱兄弟伊原注意咱的这个小组的聚会时间甲地点。
第4面是即个小组的大导，也请兄弟咱家己来看。奉献的部分，若毋对，则请咱的中职来更正。消息的报告，咱今仔日有咧庆祝母亲节的活动，祝福即个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咱今仔中昼无爱餐，吼，今仔中昼无爱餐。下主日就是5月19，要为着玉山的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咱有欢迎即个林约道的牧师甲即个信经凤神学生来咱的教会请安甲分享。咱也要来颁发着咱教会设立新学生的奖学金。咱经过小会审核来通过，咱有特别安排伫新学院的主日中来，甲即个新学生鼓励甲因的努力来献身，真做团队人吼。请咱兄弟也继续为着玉山新学院的事工的需要来关心、甲带导、甲奉献。咱下礼拜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咱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临时董事会，要来改选董事，请下面的董事来出席。第3，咱的下礼拜中昼伫701室要召开团队部会，请部会来参加。第4点，伫主日的下晡1点半，伫701室要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2019年的下半年度的兴趣力团契聚会表，甲小组的聚会表，请今仔日爱交来互办公室。第2，咱同教会音控服饰训练。对5月18日开始到6月30日，伫每一礼拜6甲礼拜，咱有安排即个讲师甲礼拜音控的服侍人员1对1的教学训练。咱请咱的同工来一定爱来参与即个训练。下面的名，请咱同工来家己来看。第3，学期制的团契首长监选，咱伫6月底。进前要来监选完吼，就是即个各会长甲监选人员来家己联络一下。即个中间有主日学的主日学改选，请组织长老；校庆的改选，请团员长老；少期的改选，请为民长老。第4，咱的汤教会网站，咱有一个脸书有开设吼，有教会活动资讯、活动照片甲礼拜即个资讯吼，请咱的兄弟。有时间会使去咧点阅。第5，汤教会圣歌队的圣乐的 CD 吼，就是要甲爱传出去好消息吼，所以请咱会使分享互咱的亲友甲无道友，请咱的会友来踊跃来索取吼，咱即个每一遍每一袋 CD 是100块啦吼，若有需要，请咱办公室来摕。第6。2019年夏季学校开始来报名了，请咱的邀请咱的家长带咱的小朋友来参加这道的营会。报名这营会时间是7月初3到初7，报名时间是到5月19来截止。咱的名额有限制72名，报名截止额满截止。第7，需要107年奉献的名册表的会友。请这个办公室的财务干事来登记。告解消息也请咱兄弟来看一下吼。咱下面咱要请这个主日学，请来献诗吼。因要唱的歌有2曲吼，第1曲就是第1首是《这里有荣耀》，第2首是《妈妈妈妈我爱你》。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点牧师来带咱大家做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在座每一位女性，上款拢是照你的形象来比作。特别，阮真做女性，会当通过阮的怀胎甲生孕，来体贴、来体会过去，阮的妈妈是安怎来付出，是安怎来疼阮。感谢主上帝，互阮在座每一位姊妹也有安尼的机会，不止家己真做母亲。嘛，进入教会这个属灵母亲的怀抱的中间，才受幼稚，才受引带。愿主上帝你帮赞，阮在座每一位正做母亲的姊妹，引带因的囝儿孙，做伙进入教会，就是这个属灵母亲的怀抱内底，做伙一只来领受幼稚，做伙一只来成长，做伙一只来领受。这个永远的这个应允，也愿主上帝纪念阮每一位母亲过去的付出甲辛劳，特别阮每一位教会，阮每一位姊妹伫教会内底的服侍，愿主上帝你拢纪念，也愿主上帝加替阮每一位姊妹气力，平平成做教会的见证，平平伫人的面头前来荣光主上帝你的名。愿安尼向你感谢、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咱各位姊妹母亲节快乐，拢歹甲我应者。牧师一只报告，倒来下拜一、拜二、拜三，牧师会落去台南，要来过即个母亲节啦，吼。因为公平，有一天是阮兜，有一天是牧师娘因兜啦，吼。安尼，阮转来较袂相拍安尼。都有头几日来时，一定有看到牧师穿口罩，讲的时阵脱口罩啦，吼，表示牧师感冒。感谢主，经到即马啦，因为我平常时拢一直流鼻水，伫呛鼻，鼻仔强要呛无去啦，吼。倒插起来然后其实疼。感谢主，互我经到即马所以等下牧师都无甲咱大人握手，甲咱点头就好啦，吼。咱分享听，感冒毋免分享啦，吼，感冒毋免分享。好，祝福咱大家。请咱来吟上咏第396首，担要散花求主赐福。咱吟诗煞，则请牧师来甲咱祝祷，请咱起立。担要散花求主赐福，予我心中上快乐。大家可怜亲爱故作，欢喜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眼光冠冕归主圣名，从我心只免惊惊。天理团抱百倍修行，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工程，教会分享最远做去，所受灵魂那加甜，阮的心。
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心帮助阮，互阮伫教会即个属灵母亲的引带下面，人人彼此分享、彼此和睦甲相听。也愿主互阮的和睦甲相听，常常荣光主上帝你的名，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也这请坐，祝歌。田角、滑倒。
只是咱要来举行平安礼，请咱起立，咱厝边的人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